日本统治时代，台湾的宗教好像不太注意哦，对不对？第三点，我们马祖有这么样的信众，他看这个新闻报纸啊，好像200多万信徒啊，今年是200万。我估计这是统计的，这是我们讲的是一样。有这么样的信徒，这个宗教的庙啊，我有一个建议啊，你们的资金可能比佛光山还大。那都是间接赞助的。我都很难，我都不对，我不晓得哪。你要把这个资金啊，有没有救济到现在社会的贫穷人士？有。或者国外像子弟，飞机马上200吨，500吨。台湾这些外交上的一定要建立起来。第四点，你有这么大的资金啊，我一个建议很好，建立一个大水联合策略，跟我们这个南华合作。刚刚有跟督导员。有没有？我不晓得，我讲的。第三个，你有空时间的话，派人来到我们南华大学讲演4月4。资料长短没关系，我们老师啊，很有能力，很有决心，向这个台中方面这个大表庙的主管请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好像隔到这个政治问题哦。我们在这里面讲没关系啊。这个每次竞选民意代表，好像有董事长嘛，还有人都是票的最高票了。对。对不对？我是来了，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啊。很有名的，从这些有名的人士能够到南华大学绕一圈。你们这个大麻镇这个庙里面的人是不是也在台北绕一圈呢？有啊，最近有没有不晓得啊？才进场啊。好，最后一点就是说，在过去这个原住民跟台湾这个平民都有厮杀的、凶杀的历史记载，这不谈了。但是他有一个原住民有一个习惯在过去不讲历史没关系好像有杀人头去祭拜他的祖先，有没有？有。这个是五凤死掉了吗？那个其实是原住民以前的传统是没错现在因为教育文化提高，大家的和平相处了。原住民人是台湾人我们平地人是台湾人通通是中华民族的人。还有最后一点说，我们把这个大甲苗镇的声望进军在大陆福建那边，泉州、福州那边到那边回来。我记得民州那有一个也是毛子嘛，到那边回省不是渔警。我们现在规划就是明年的6月份大的。当然以后还有事情多多请教不会。我这样报告就问题很多，我要稍微理清这个问题很多，但是有一些你是要问我的我说有一些是要下礼拜再来问我。我问你我现在就是说，我还有很多问题，多的你这样的几个问题里面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学宗教的人会从宗教这个寺庙的角度很多人这个捐款，你的资金很多这样子来做，其实你要知道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要去说服这些宗教的团体，把钱拿出来，对他们做文化，不是说很多钱我随便去讲话，这个才是难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刚刚你听了很多问题，对不对？跟你这边比较相关的，你来做一个回答。今天来玩一个